欢迎收听10月29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以西结书14章1到11节。以西结书14章1到11节，我这样做是要使以色列人不再离弃我，不再犯罪而侮辱自己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。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清楚看见上帝透过以西结来向这些拜偶像的人说话。这些人不仅拜偶像，并且带着拜偶像的想法、信念跟滤镜来到上帝的面前求问他。上帝在这时候神圣的愤怒发生了。他说到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来求问他呢？因为他们问也问不到，问了可能也不相信啊。就好像一个人他戴上了近视或远视的眼镜，可是他根本没有近视跟远视，他就戴上去了。如果你有经验的话，你都知道我们戴了一个度数不对或者是对焦不对的眼镜，戴久了真是一片头晕啊，就是觉得天旋地转，这个视线眼睛很吃力，很不舒服。那我们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眼光下会是正确的呢？我们可能会错看了上帝，甚至错看了自己的生命。所以今天经文才会说不再犯罪而侮辱自己。这些人相信偶像，并且用相信偶像的眼光来寻求上帝，怎么能够寻到呢？所以上帝他今天出于他的爱，他再次的提醒，他要教训，他要挪去这些人的眼睛，叫人能够清楚的看见他。可是已经习惯于天旋地转，已经习惯于这些不对焦的视觉视线，把这样的眼镜拿下来的时候，可能更不舒服，觉得难过，没有依靠，因为我早已经习惯那种感觉了。但是上帝要我们有忠心，回到他的面前，单单的注视他，除掉这些滤镜、隔阂、阻碍。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单单的成为他的子民，而他要做我们的上帝，不是出于这些偶像的信念方式，或者是心里的恐惧而已，而是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就是上帝的子民，中间没有其他的杂质，而是单单的顺服听从，上帝也单单的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主，他神圣的愤怒让我们有机会回到他的面前。他愤怒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人能够真实的认识他，而他背后的心意是要让人遇见他的慈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在我们堕落，在我们不认识你，甚至在我们逾越了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上面，主啊，你爱我们，你不愿我们失落沉沦，你仍然在这地透过环境，透过我们生命的境遇，让我们认识主你的爱，让我们去除生命中的偶像，不再用这些信念、价值观、方法、路径，而错过了与你相遇的时刻。主也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应许要成为我们的上帝。我们用我们每一天都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寻求你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经历你，不只是认识知识上的你而已。感谢主，
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再次的尊主为大，帮助我们专心一致的来跟随你，在这个世代众说纷纭的时候，更多定睛在主你的心意上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。愿上帝的爱临到你，愿他的提醒也临到你。我们明天见。